大家好啊！我咧推出咗個免費嘅 YouTube TradingView 課程，咁大家可以咧去下面嘅連結咧睇一睇翻呢10堂 TradingView 嘅指標課程，可以幫到你哋用一啲指標去觀察到底點入市。同一時間咧，我亦都會有一啲限時嘅免費 Zoom 線上分享會嘅，亦都有一啲線上嘅財技課程啦，歡迎大家可以報名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嘅話咧，記得 WhatsApp 我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大師兄啊！上個禮拜咧，納指跌 ，AI 股跌啦，半導體股跌啦 ，BTC 跌，黃金咧都分別跌啦。基本上咧，市場咧上個禮拜咧縮水縮得好快啊！你見到咧，除咗納指跌1500點之餘咧，其實上個禮拜 BTC 咧亦都由高位啦 ，OK，74,000幾蚊，連續跌咗差唔多5支足咧，4日咧 ，OK， 以4-5日已經去到6萬蚊嘅 BTC 啦。同一時間黃金咧，亦都單日咧跌咗差唔多140幾蚊黃金啊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唔使講恒生指數噶啦，長期都跌嘅。OK， 嗱，解釋一下咧，我哋點解成日話個市場集中咗 AI 股，個市場就好容易出事咧 ？OK， 應該唔可以講出事嘅。OK， 係啦，咁其實咧上個禮拜咧，如果大家有睇美國最新嘅經濟數據嘅話咧，基本上咧其實成個美國個就業數據係好強嘅。OK， 其實就講緊係一個通脹嘅問題嚟嘅。OK， 咁當然啦，呢啲係表面嘅解釋啦。其實我哋睇咧當日咧成個市咧係單日跌咗1570點咧。OK， 你就知道咧其實基本上咧係一個短期嘅回調同埋恐慌啊，只不過咧佢係將一個回調咧變咗做1日內完成嘅啫。咁由於所有錢咧都集中咗喺 AI 股度咧，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咧，就係當不斷有一隻股票跌嘅時候，引申到咧連續咧唔同嘅基金離場咧 ，OK， 或者咧有一啲短期嘅指示盤出現嘅話咧，就會拖累到咧單日跌得好犀利啦。亦都係咧之前講過，所有股票如果太過集中係一類嘅股票，例如 AI 股、半導體股嘅時候咧，基本上咧一有市場風吹草動咧，納指咧亦都會咧短期有一個回調嘅。但係如果大家睇到咧，其實咧一個指標咧就專係睇納指到底而家咧係過熱啦，定係屬於係低水嘅。OK， 咁當然啦，即係呢條係屬於中線啦。咁咧你見到啦，其實高過10% 咧，其實離個 bubble area 咧就點都越嚟越近嘅啦。所以咧去到呢啲位嘅話咧，基本上咧我哋提過嘅就唔會再買Access QQQ 噶啦，只會做美股嘅短炒嘅啫，亦都唔會長揸美股嘅。相反啦，上個禮拜咧跌翻喺10% 樓下咧 ，OK， 亦都好多同學問我啦，到底應該要走晒所有美股啊，定係要去買入咧？嗱，我而家嘅角度咧，都係要先買入美股，然後定一個止蝕嘅，因為咧市場上咧去到呢一刻啦，如果大家咧有去睇美股嘅熱力圖 ，OK， 特別睇翻咧 SP500呢一段時間都係啦，呢一個禮拜嘅熱力圖有一啲咧跌得最多都係 AI 股同埋 AI 相關嘅股票。咁好啦，咁琴日反彈咗咁多啦，咁又係升翻邊啲股票咧？都同一樣咧，你會見到咧，大部分都係 AI 股，咁所以咧股票集中升緊，全部都係升緊 AI 股咧，其實個形態都係冇變嘅，即係之後嘅回調咧，如果隨住 AI 股繼續水漲船高嘅話咧，只會越嚟越急同越嚟越快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暫時嚟講我自己嘅部署咧，未來可能咧，如果價格去到3萬點樓上啦，長期徘徊喺31000 3萬點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咧本人就會平倉少少 QQQ。咁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咧呢一個去到紅色呢個 area 咧，就有啲似咧去翻之前嘅一個咧。2020年嘅一個長期高估值嘅一個時間啦，咁當然啦，高估值亦都係同埋個市咁強咧，亦都要面對一個個市一個長期回調嘅時間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如果你夠膽喺呢一度倉嘅話咧，之後亦都有位咧俾你買翻嘅 ，OK， 咁當然啦，即係我哋只係一個簡單嘅推測啫，咁個市場咧基本上咧個個都係等股災噶啦，但係問題咧就係個個都唔知股災幾時開始啊！一個咧係同學仔成日 send 俾我啦，做例子嘅。咁問我點睇？佢話巴菲特沽 Q 晒，咁你點睇？2024年沽嘅巴菲特，7月沽嘅，7月沽完幾日傳動，係咪變到好強啊？強嘅股票我哋會點啊？要買咯，跌翻落嚟係咪跌到落去68二天線？我哋又可以喺邊度買啊？我哋可以喺82天線買，或者彈翻去60天線嗰度買。當時巴菲特咪沽完，係咪跌咗
升翻上去呢度係咪全部？係咪升翻上嚟好強勢？落翻60天線做乜？做翻呢度一拜30幾蚊，又升上去50幾。OK 啦，唔關事，完全唔關事㗎。同阿巴菲特估唔估係唔關事嘅。3個 step 選股、分析股票同埋部署買入嘅，點解呢3個 step 嘅啫？我哋大眾勢策略嘅選股重點得幾個啫？就我哋唔睇任何嘅評論，同埋我哋唔睇業績嘅。OK， 新聞係最唔睇嗰樣嘢嚟㗎。係啦，我哋睇佢兩樣嘢啫，強唔強勢，同埋值唔值博，有冇機會向上升嘅啫，淨係睇呢幾樣嘢得㗎啦。同一時間咧，大家要見到咧，黃金亦都出現咗一個機會啦。我哋之前講過嘅，喺大概呢個位置啦，呢個位置啦，咁喺Ryan 嘅30後財務自由嘅直播亦都講過，喺呢一度亦都講過，黃金我哋長期都係要睇下跌嘅。係啦，長期嘅意思即係我哋講緊呢1-2年嘅時間啦，都係要睇跌嘅。特別咧，我哋等咗咩情況咧？就係咧，等到佢終於出現全紅嘅 signal 啦。咁特別咧，3日已經全紅啦。基本上咧，未來咧，我哋睇到佢咧，就算回翻上去咧，之後咧都係向下跌嘅。OK， 咁直到咧，除非佢出現翻呢一個全綠嘅信號，調翻轉頭升上去，咁咧我亦都會開一個咧相對嚟講比較細嘅倉位咧，去做一個黃金嘅沽空嘅，因為太大手咧，個風險就好大㗎，黃金嗰個槓桿好飄大㗎。OK，咁基本上咧，黃金跌咧係一個正常嘅。OK， 由於咧而家咧不斷講緊加息，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希望壓制通脹嘅。咁基本上咧，資源類別嘅嘢咧，如果大家睇呢半年嘅話咧，其實都開始越嚟越差噶啦。所以咧，基本上咧黃金咧呢一個 product 咧炒嗰個熱潮咧，亦都開始咧比之前冷卻得多好多噶啦。好啦，今個禮拜我哋亦都係希望重點講咩咧？就係重點講 BTC 啊。OK， 係啦，石油我哋 take 咗 profit 啦。OK， 美股 settle 亦都完成咗啦。OK， 只能夠繼續短炒美股。咁到底我哋大部分如果呢一刻可以不斷買入嘅 access 係咩咧？喺我哋嘅指標角度咧，要買嘅 access 咧，主要咧就係去翻 BTC 啦。OK， 喺過去 history 入面咧 ，BTC 咧一路都係我哋買入嘅 product 同 access 嚟嘅。OK， 咁我哋點樣去衡量佢到底貴定係平咧？其實我哋都係開指標去睇嘅啫。咁咧一個 BTC cycle 嘅話咧，你見到呢一個指標咧，其實咧喺紫色線樓上咧就一定係貴噶啦。喺紫色線樓下咧，就相對嚟講咧係一個市場嘅 value 嚟嘅。咁如果咧你見到啦，當佢掂到綠色線咧，我哋亦都係一個大手買入嘅時間啦。好啦，咁問題就係咧，其實指標只可以作一個參考之用啦，我哋都唔可以100% exactly 係知道佢一定係跌落去綠色線嘅。咁我哋呢段時間點做咧？咁亦都有第二個指標可以附俾我哋一個買入位嘅，就係我哋下面呢一個嘅 BTC 嘅指標啦。咁你見到啦，當佢去到綠色嘅時候咧 ，OK， 再跌變到紅色啦。咁其實變到綠色呢啲位置咧，就係我哋要買入 BTC 嘅時間。喺個 history 入面咧，基本上咧，如果你見到當呢一條線變咗做綠色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係 BTC 相對嘅低位嚟嘅。好啦，包括呢度啦，呢啲 area 啦，呢個 area 啦，其實都係 BTC 嘅低位嚟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我哋講咗係低位啫。咁亦都咧，你見到啦，之前啦喺大概假設喺6000幾蚊買啦，最低咧係可以跌翻去4000。呢度5009蚊買啦，你最低可以跌翻去3000幾。即係其實我哋咧，就算而家6萬蚊買咧，其實我自己咧都會預有一個50% 到40% 嘅回調嘅。OK， 包括我哋睇翻呢一度啦，就係太耐歷史之前咧，其實就意義不大，但我哋只能夠作參考，300零蚊最低係跌過150幾蚊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以一個 history 嚟計嘅話，而家買咧，我哋咧其實都仲會有一個30到40% 嘅一個回調嚟嘅。所以咧，我建議大家咧就每日分段慢慢買 BTC 咁作為一個長線嘅 access 之一。OK， 因為呢一個嘅BTC 咧，其實我哋等咗好耐㗎啦。咁講緊2022年之後咧，我哋一路咧都係冇位去買翻太多，即係2022年到2023年啦，呢段時間咧我哋 keep 住叫大家買 BTC。咁去到而家啦，因為太耐啦，升咗好耐嘅時間啦，升到差唔多2025年咧，亦都開始進入下一個週期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度可以再彈翻上去先再落嚟 ，OK， 或者直接呢一度直接落嚟。
都可以嘅。嗱，當然我哋冇水晶球啦，預判唔到到底佢個走勢係點樣啦。但係咧，呢度都係講一句啦，之前冇買 BTC 咧 ，OK， 呢度咧亦都係建議大家咧開始慢慢買入 BTC。嗱，BTC 我哋唔需要一粒一粒咁買嘅 ，OK， 咁你可以喺 Hashkey 啦，富途又好啦，你開完之後咧，你可以100蚊美金買又得，50蚊美金買又得。咁當然啦，我自己咧都會分1年時間慢慢每日去買 BTC 嘅 ，OK， 咁就望住條綠色線啦。係啦，咁如果呢條綠色線不斷咁樣去跌到低位嘅，咁我就不斷買啦。咁當然上翻黃色線，咁我就會停止我嘅買入噶啦。咁同一時間綠色線咧，除咗我哋買入之外咧，我哋都講過係一個槓桿嘅好時機嚟。OK， 咁呢個相對嚟講咧，BTC 咧比起納指啦，比起黃金啦呢一類嘅 Access 咧係更加值博率高嘅。OK， 係啦，咁就當然啦，即係比恆指就冇得講啦。OK， 因為大家要知道恆指到呢段時間都係一路都係相對嚟講比較差，極多人問我恒生指數係咪抵買？咁基本上咧，恒生指數咧呢一刻咧比較少講嘅，因為咧亦都係去到最危險嘅時刻嚟啦。OK。咁基本上咧，我哋之前同我哋嘅預測咧係好接近嘅，因為咧只要上唔翻25,800點咧，恒生指數就一路都係危險噶啦。25,800點到26,000點附近。如果大家有睇恒生指數嘅一個 futures 嘅話咧，基本上咧最大嘅阻力咧其實喺度。咁咧如果最大嘅阻力喺呢附近嘅話咧，之前升過嚟呢度 ，OK， 再跌過落嚟，俾大家睇睇我哋個指標圖啦。咁咧你見到嘅相對嚟講咧，咁多個 porter 入面咧最危險咧，反而就係恒生指數，因為你見到咧，其實所有嘅比較上差嘅信號啦，都出現晒㗎啦。OK， 咁加速下跌啦。OK， 咁當然啦，即係可以 settle 一陣先再跌嘅，亦都係全紅出現咗啦。OK， 之前已經跌翻落去㗎，美伊戰爭咁勉強上咗去啦。咁我亦都預期初頭係會全綠再炒高嘅，咁點知好快咧基本上恒生指數咧係唔理個環球大市走勢咧，自己咧就全紅跌咗落嚟㗎啦。咁所以相對嚟講咧，恒生指數咧，我哋係比較上悲觀少少嘅。OK， 咁少少啫，係啦。咁因為恒生指數嘅港股，我哋相對嚟講一路都唔建議大家買太多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嗱，去到呢度咧總結一下啊。OK， 黃金咧，我哋亦都會咧去揾一個沽空嘅機會嘅。咁至於納指咧，暫時嚟講咧 ，Access 實在太貴啦。OK，QQ，OK， 只會考慮未必升到高位咧，少量平倉。同一時間啦，只會考慮咧持有美股短炒嘅啫。咁最抵玩咧，咁當然係 BTC 啦。OK， 好啦，嗱，咁今日咧分享到呢一度啊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一個分享嘅話咧，可以留言 ，OK， 亦都可以俾個 like 我哋嘅。我哋下次再見。